小胖，快过来帮忙上菜。哎，好嘞。我说你们几个都给我紧着点儿，这可是祭天大典上要用的礼服，出了什么岔子，你们几个脑袋全算上都不够用。这可是要在祭天大典之时分发于百姓的，一定要好好画呀。是。禀陛下，大典礼服已完成，请陛下示意。哎，这就完成了。陛下，臣还没画完呢。哎，没事儿，你画个一响之美得了。国师，你看我这身衣服，香雪可会喜欢啊？吾皇神武，自受万民爱戴。不过陛下看中的苏姑娘也非凡物，所以陛下需精益求精，到祭天大典之时，方能在苏姑娘面前充分展示我上玄国国威，同时又上祭先祖，下福子民。如此这般，定会俘获苏姑娘芳心。说的在理，去，把全国的画师、绣女都给我找来，再给我改。还有那祭祀祖先用的童男童女找齐了没有？快给我去问问。是陛下，我们这就去办，这就去办。您说这司马国师怎么还让陛下吹毛求疵？是啊，简直劳民伤财。国师从前不这样。父皇。是若薇呀，朕刚准备回殿。父皇，这祭天大典办不得。这公主怎么有点像堂兄？可能我想多了。哎，吃饭啦！哎，你干嘛？嘿嘿，大人，祭天大典在哪儿举行呀？你怎么知道要办祭天大典的？之前街上的人都在议论这事儿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在皇陵，过几天自会带你去的。皇陵，果然是个好地方。父皇，自古皇帝沉迷美色都没有好结果，何况苏香雪还是个风尘女子。风尘女子怎么了？难道朕连自由恋爱的权利也没有了吗？若薇，你也不小了，也及早许配个人家，才能真正的长大知礼，懂我心事。我看司马国师就不错。什么？要我嫁给他？他一个修道之人，不去为国斩妖除魔，整天在这里蛊惑你办什么祭天大典讨女子欢心，这还算什么国师？若薇，司马国师为朕分忧，何错之有？朕乃一国之君，连你的婚配之事都做不了主了吗？父皇，若薇，陛下不必多虑，若薇公主早晚会知道您的一片苦心，微臣也必定会让陛下从此抱得美人归。公主，司马英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公主何出此言？微臣只是听从皇上的安排行事而已。父皇的安排，要我嫁给你也是父皇的安排。我劝你最好老实点，别打我的主意。哼，司马对公主确实早有情愫，这次只是陛下成全而已。祭天大典当日，司马便会指婚请封，望公主不要嫌弃微臣。
哟，这上弦国可以嘛？皇陵的排场还挺大。哦，嘿嘿嘿，嗯，哦，哇，夜明珠！哎，反正你都死了，要这个也没有用哦。哇，嘿，这可是上好的紫金玉，化了可是炼制战甲的好材料啊！哎呀，俗话说物尽其用便是节俭，你们也同意吧？同意就行，不难为你们说出来。啊！哎，龙珠剑！哇，这里竟然还有这种宝物啊！哎，吓死我了，差点变成马蜂窝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觉得皇陵和最近的尸妖作乱有关系，所以来查一查。我也是。你看什么？没事，只是看看堂兄最近发力练得如何。尸妖作乱难道还与这贡品有关系吗？疑似有关，我得拿回去好好查一查，万事谨慎为重嘛，对吧？哇，这下面怎么比上面豪华那么多？看来这祖皇还挺有钱嘛。这么干净，是定期有人打扫啊？这不可能，皇陵机关重重，怎么可能有人进来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开国先祖皇帝的棺木，几百年了，怎么还像新的一般？你。果然是个嗜血阵，这里不安全，先退出去，我们再做打算。你这是干嘛？这祭天大典果然有猫腻，万一我烧掉这些棺木，这可是皇陵，你知道打走金蛇？皇陵又如何？反正是我家的，我绝不能让上弦国的子民有任何危险。你家皇陵？原来你真的是公主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？我是男的。你搞这什么？这夜明珠有安神之用，你先睡会儿吧。这要是让你点燃了，没准上弦子民可就真的危险了。这阵法一旦启动，必定生灵涂炭。到时候你这妖女魅惑皇帝搞迷信活动的案子就坐实了。那我也不能嫁给那老皇帝吧？你直接把那阵破了不就行了？我破了阵，那还怎么知道幕后黑手是谁？逢场作戏嘛，只要正主跳了出来，我揍他一顿，你不就沉冤得雪了？做戏倒是无妨，就怕那老皇帝顶不住。这倒的确是个问题。你们不许动我父皇！父皇？父皇？我是皇室子女，你们快放我！对啊，让公主去说不就行了？有道理。
我只是皇室子女，谁说就是公主了？我是男的。嘿嘿，公主，其实我前夫在皇宫已经看到过你了，我都被你骗了。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来与公主说吧。你可别打他哦。你干嘛？我对你没兴趣啊！我想，若薇公主如此蕙质兰心，应该是像皇后吧。公主可愿意听我讲个故事？怎么那么久？他同意了？看来你功力又有长进啊，竟然连女人都能魅惑了。你不如收他做徒弟吧，教教他什么叫名声百态。切！哎，既然公主都清楚了，那我就来说说我的计划。若薇，真的吗？你可不能骗为父。父皇，我能骗你吗？不过你得答应我，此事不可对其他人提及，包括司马国师。苏姑娘可说了，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！惊喜！陛下，顶住啊！还好没让苏香雪亲自来说，不然父皇没准真的小命不保。那好，我还有个要求，不能把我随便许配人，我的婚配由我自己做主。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这就去让苏香雪离开上玄国。答应，女儿大了，自己做主便是。